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正月30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太平岛的码头整修，伫咧20验收通过啊。海巡署会伫今年派一只100吨级的顺风艇去太平岛，最近嘛咧规划启用典礼。外界伫咧关注任内也未去过太平岛的总统蔡英文，敢会亲身去主持这个启用典礼咧？民进党的立委是认为，这太平岛是咱的领土，每一任的总统拢有去过，所以因嘛真支持蔡总统去太平岛。总统下一次有机会登太平岛吗？面对记者问题，蔡总统无回应。太平岛港边加深加码头整修工程去年完工，20验收通过。海巡署表示，最近当地规划启用典礼，外界关心任内毋捌上岛的总统蔡英文敢会亲身去主持。总统府表示，明早有排定会发布通知。另外，立委认为太平岛是中华民国主权甲领土，历任总统拢有去过太平岛，正支持。蔡英文总统过去我也觉得蛮恰当的啊，而且太平岛。那边有很多国军官兵，我们可以去慰问他们，那也可以宣示我们太平岛的主权。面临到国际的局势，当然会有一些紧张关系。不过，这是中华民国的既有的领土，那有重大一些工程，那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我们支持蔡总统做他该有的作为。太平岛港边加深加码头整修工程，施工主要的项目包括100吨级顺风艦闪风台强化工程、40吨顺风艦港边航道加深码头附设设施强化工程，加配合设施工程，总经费17亿。因为太平岛驻军已经完成防应闸门岛的训练，海巡署要伫今年度派遣一只100吨级顺风艦进驻，长期的停留在太平岛的这一个码头，甚至是在太平岛周围进行巡弋，这一点其实是对于我们在伸张我们所谓的海权，或者是稳固我们海上交通线来看，都有相当重要的一个意涵。林英又讲，太平岛码头整修加飞机跑道扩建，有助大型舰艇加C1煽动运输机起港。即马南海主权各方相抢，总统连做当亲身上岛，买当宣示咱国有太平岛的主权，也加南海的话语权。记者综合报道。所来2月初1，咱国内特别选出新的立法院长。将国民党的韩国瑜刚开始嘛有去拜会民众党团，希望会当争取到这关键80处的支持。双方关门会谈40分钟，韩国瑜表示因的沟通真顺利，对民众党团所提出的4项改革嘛有共识。另外，民进党的游锡堃、蔡其昌昨嘛有去拜会民众党团。游锡堃表示，双方拢有强调国家利益上重要。要不要拥抱一下？回是讲要揽一个无，这无正做国民党甲民众党会谈的焦点。立法院长指称，民众党有80个关键人少数，国民党韩刚配2到拜会民众党团，争取支持。双方闭门会谈40分钟，会后双方拢强调，毋是密切协商。韩国如讲双方什么议题拢有讲到，吴国昌是讲无事实行长。很多人都说密室协商好像有利益勾结，我要再一次的澄清，当今的国民党是在野，我们没有任何资源。所以，我们只有无比的真诚，来跟民众党来交流意见。我们两边是针对国会改革的理念，那以及未来在国会当中，所有的在野党，能够跟执政党的立委，针对国会改革的议题，怎么样健康的让台湾的国会能够更进步。对于民众党提出国会4项改革，韩国瑜讲彼此互动共识真好，也不无讲到委员会，但一调委制。民进党主席总统当选林赖清德参加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会议，为大家来加油。会中通过由现任的政府院长游锡堃加蔡其昌组成游昌配并连任，两个人会报拜会民众党团。游锡堃会后表示，双方交换意见，拢是以台湾的国家利益放中，政党利益放两边。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好，因为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这都是单一招委，不过
就台湾来讲，你采取单一招委，可能会小党的利益，因为双招委的话，会照顾到小党。从今天上午到下午2场会谈，这个会谈本身跟它的内容，都可以破除掉很多外界的揣测跟想象。第一个，这绝对不是行堂，第二个，也绝对没有牵涉到任何利益的交换。尤锡坤也回应民众党是大诉求，强调个人全部赞成。另外对着单一调委制，民进党立委大部分反对，尤锡坤认为好败拢有。民众党讲，党主席郭文铁有加3举行记者会，公布党团对立法院长选举的态度甲立场。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咱要组成新的国会，嘛有增加真济新的成员。咱今仔日先来看，伫咧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名单排第3名的张雅玲，伊过去是海外特色公园即个民间团体理事长，长期咧争取囡仔佚佗的权利。另外，伊嘛是一个台语家庭的老母。伊进入国会，就是希望会当推动听囡仔意见来打造公园，嘛希望会当立法伫咧行政院成立台语委员会。囡仔八悬八家，这种真有挑战性的特色公园，全台只有6座。新任的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张雅玲，过去是兴华特色公园 NGO 理事长，注心伫咧争取囡仔耍的权利。若要互囡仔耍了欢喜，张雅玲除了希望推动每个县市一个挑战性公园，伊也真要与囡仔参与讨论的权利。培养说话表达能力，拢是真正需要练习的。所以迄当时就甲政府在争取讲，会使做儿童参与式设计，就是你咧去公园啊的时阵，因为伊是上重要的使用者嘛，所以互伊来发表家己的意见，大家来听看卖伊的想法是啥。讲台语真欢喜，耶！甲台语团体合作，用台语念故事，互母语家庭的囡仔听，斗阵推广台语。张雅玲发现台语流失状况严重，伫厝内伊也是参囡仔讲台语的母语家庭。未来进入国会，张雅玲上希望会当透过立法推动台语委员会。亲像你讲 KE 有客委会，原住民嘛有原民会，因遐有足侪资源课程哦，会使互民间有兴趣的人会使去上。不过台语敢若较少，都是民间家己做，想讲会使入去争取较侪即个资源。为街头演讲体制外的 NGO 加入通推销法案体制内的立法院，不管伫什么款的场所，张雅玲无变的事，拢是为囡仔咧打拼。伊希望家己加入国会，通互少年人感觉有希望，社愈侪人愿意投入公共领域。因为台湾的政治环境爱好，囡仔一言才会有希望。记者郭宝君、张随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吹偏东风，这方面的东半部云会较高，水汽嘛较济。咱做伙来看云图。今仔日东半部恒春半岛会较高落阵雨，其中华东地区雨会落较大。若西半部是侪云到好天，敢若北部的山区有可能会落阵雨。对今仔日拜日开始到后日拜四，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嘛拢会变较烧热。今仔早起各地气温有15度到17度，比前几日温度拢较悬。日时高温北台湾是20度到23度，其他所在有24度到28度。不过拜五开始又搁要变天啊！后礼拜伫咧过年之前，会搁有一波锋面要通过台湾，所以若要大摒扫、要大采购，就要把握这几日的好天气。来看，伫咧台东鹿野的龙田村，有一条1公里长的产业道路，种规排树仔，看过去就亲像一条青色的磅空圆款，真水。不过最近这规排树仔，所拢互人剪了了，游客看到是真唔甘。公所就表示，这是因为旧年做风台，甲树尾线断去，影响到当地人的生活。唔只会趁即阵，甲这树仔拢总剪咧，等甲热人来到，又搁会发甲真旺。这规排树仔树枝全部拢风扑掉，甲过去游客一来看到规排绿色的棚空，伫树荫骹的大路，骑自行车也过会当倒伫大路上看树顶风景的真方便。
即马才歹看的景观，互游客真失望。有树叶比较自然嘛，感觉蛮可惜的，因为都是失去这次最大最想要来看的点。这是台东县罗野乡农田村的北山路，两边是农田，早期是产业道路。过去乡公所推荐当地员工种规排1.2公里的小叶懒人树，营造绿色健康的景观。不过去年因为连续风台吹掉的小叶懒人，树枝啊，互强风吹落落地附近的林家甲农田，造成居民甲农民的不方便。乡公所表示，为去年就接到农民甲居民的抗议，为要解决村民的困扰，即摆用 A 化树啊，工法修剪树枝。暂时互景观改变。杂啊，无阳，无日头，无迄落，我都杂掉了，无修啊。做任何一件事情，当然都会有利跟弊啦。在路树矮化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经过审慎考虑，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有人批评这道式的修剪手法真粗，不过乡长强调，这是专项修剪行道树作业，即马可能景观看起来无啥好看，不过热天都会开好，叶啊发甲真济景观。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将带条件核准台中捷运的南线综合规划案，针对伫咧山麓的路线，也阁有要加设正营站的选地争议。台中市府答应会重新来规划，嘛考虑到地方的意见，甲结合代替的海线来规划。再来看《中国时报》，金融营业税爱拨入去金融业特别准备金的措施，到今年年底就期满。金管会甲金融业界拢积极咧争取，要甲银行、保险本业的金融营业税降到2%。因那财政部的官员表示，税率要安怎调整，同业界的研议。落尾是联合报，行政院性别平等处将发布2024年的性别图像。咱同性婚姻通过专法以来，超过25000人去登记，其中女性占要到18000人。另外，地方政府的女性以及主管的比例是家人上悬，过来是新竹县甲高雄市，因那台北市甲桃园拢占无到20%。继续来看，根据2024的性别图像，政府甲育婴留职停薪的津贴对6成提升到8成了后，2022年男性申请育婴假的比例有25.2%，创下历史新高纪录。不过，妇女团体就表示，照目前的规定，育婴假一届就要请超过1个月，对部分敢若需要短期内爱照顾囡仔的家长来讲，无够实用。所以，呼吁这育婴假的制度应该爱会当春秋，而且薪资的替代率嘛应该爱改进。趁天气较好，气温回升，带11个月大的查某囝到徛街附近散步晒日头。李先生原本伫科技公司工作，因为无想要错过查某囝成长，所以决定伫太太育婴流程结束了后，也得咧申请留伫厝内照顾囡仔。我认为，其实政府现在的补助对于维持一个家庭的生计是不够的。但是，如果公司有办法提供更好的福利，例如说给予全薪的给付的话，是会很有帮助的。行政院发布2024年性别图像显示，政府伫2021年甲育婴留职停薪的津贴对6成提升到8成了后，2022年男性申请比例达到25.2%，比2020年的18.2%提升7个百分点，是历年来上悬的。这里面的成因可能蛮复杂，第一个是我们政府的政策有一些小小的改变，那再来就是可能当年有疫情上的影响，可能有停托的状况，他需要照顾小孩，所以他就趁那个时候就请了孕假。伫同性伴侣婚姻的部分，2019年5月开始同婚合法了后，到去年为止，同婚伴侣超过25000人完成登记，超过一半是女性。另外，伫女性参与决策部分，2024年1月第3届立法委员选举当选人女性占41.6%，甲2020年选举结果同款。而且国内近年来积极培育女性科研人才，和2021年女性研究人员占的比率达到23.1%。女性投入资讯通信科技的领域，也比其他国家悬是3.9到8.1个百分点。这种所谓性别的这种刻板印象，我相信慢慢在解除了。尤其是当少子化，很多家庭就只有1胎的时候，这几个大型的这种科技业的这个企业，他们有自己附设的托儿所，所以这种情况下，多多少少也会鼓励女性去投入这样的行业。
不过，妇女团体也讲，虽然近年来男性育婴留职停薪的比例有慢慢提升的情形，不过即阵国内育婴假制度规定，100一定要请1个月以上。对于真侪家长来讲，真无适用。要安怎互请假制度更加有春秋的所在？薪水替代如果再提悬，互劳工会再更加安心饲养囡仔，拢是政府所来应该思考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有袂少老旧的公寓无电梯，真侪老岁仔人拢敢会当硬行楼梯。不过新北市府推动公寓加设电梯，上济360万的补助了后，有真侪社区的老大人出入拢有电梯通好坐，加真方便。新北市困头行起咧3楼，啊，毋过楼梯爬到一半都喘屁屁。伫新北市亲像安尼无电梯的老旧的公寓是真济，也真做老人的噩梦。我们社区现在年龄都差不多大了，大部分的人都退休了。很多次我们紧急情况的时候，那种的困难，到这个新北市政府有这个奖励电梯都跟的这个补助啊，所以积极看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就找了2、3个邻居，然后积极来推动。新北市政府的电梯特快车方案提供5楼以下公寓补助上悬200万，加上员工市庭奖助金等，总共上限360万。我们起先以为电费很贵，我们都很担心，可是后来发现，因为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个电梯的这个电费并不高。以我们这个社区来讲，我们这个梯一户1个月大概才增加了差不多50块钱左右。未少人烦恼老旧公寓状况无好，或者是所在无够大，无空间设电梯。即便你有足够的空间，可是一般都被1楼占用，所以在土地同意书方面，1楼可能他就不愿意盖章。然后再来就是说费用的分摊，因为整个费用可能会1楼层下去平均分摊，外墙以透明景观电梯作为目。新北市府透过提悬补助额度增加诱因，让老大人更加愿意出钱设电梯，出入更加方便。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南部的厝价嘛直直咧起悬。根据内政部的资料，最近5档内买厝压力加重的前5名，就包含台南、高雄甲嘉义市。外界就认为这是受到台积电科学园区抑有交通建设等等的影响。民间团体表示，政府应该来检讨政策，唔通互经济发展抑有土地开发甲厝价贴甲遮尔悬。来到高台地区，4个拢是兴建中的建案。高雄最近受到台积电设厂桥头工业园区这个议题影响，房价大起，以南仔坑做例，疫情前30平左右3房含平面车位大楼户，开价700多万，即马拢爱1000万起跳。涨幅大概是抓35%到45%，楠梓产业园区一直到南高雄亚洲新湾，就其实有很多区域都是一直有在建设发展的，那这里的需求也会提高。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资料显示，比去年甲5年前第3季房价所得比，买厝压力加重的前5名县市，第1名是台南，过来是台中，南部的高雄甲嘉义拢上榜。刚出社会的时候，房价差不多后天的200-300万就买得起了。可是现在连最基本的套房也买不起。建案一直起价上，互民众买袂起。像台南永康甲安南区，因为有重大重划区规划，敢若前2年起价幅度到6%至8%。从化区的开发，那相对的呢，对于这些土地的建商的购得呢，它的成本也相对高。嘉义市因为台积电这个议题影响，毋若头一个买厝的人买袂起，想要换厝的民众预算嘛爱加较济。不管是买房或者是换屋的预算，其实都已经远远超出预期的数字了。房仲认为，南部房价起价原因包括科学园区交通等重大建设、大商回流和日钱增加等。不过，民团认为根本的原因就是政府带头把地价插悬。过去政府的开发都是他做了开发之后，直接把土地拿到市场上去标售，价格最高就拿到这个土地。事实上，他就是把土地的价格垫高嘛。然后开发商土地就是贵买贵卖，扫地起价幅度赶袂到厝价起价幅度。民团认为，目前赶紧爱做的就是政府应该重新检讨土地开发政策，卖互经济发展加土地开发颠倒，互厝价变愈贵。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中国恒大集团欠效，互法官认定无法度甲海外债权人达成重组债务的协议。
29互香港的高等法院下令强制清算，恒大的股票伫咧盘中就停牌，股价一升就600到21%。分析师表示，恒大恐惊伫爱面临着企业重组，嘛会影响着全球的投资市场。香港高等法院29对中国房产大公司恒大集团差不多3000亿美金合代票差不多9.6兆的债务进行清算。法官表示，恒大拖欠行政权2年多，经过几摆听证会，依然无法度提出具体重组计划，所以决定清算债务。投资银行分析师认为，这不是结束，是真正的清算开始，因为这互恒大日常营运更加困难。It's quite likely that Evergrande will be broken down into a much smaller company if it still survive in the future. So, or maybe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for the macro economy, but I still think on the corporate level, it can be quite painful. 分析师阁补充，因为恒大大部分资产伫中国，这群人要安怎扣押资产，甲行这外债权者等级，拢无确定，股东的情形可能更较害。恒大是全球负债上济开发商，2011年发生债务违约了后，就安尼一直落去。恒大债务崩盘也点到中国房地产业连续债务危机。已经50多间开发商拖欠债务，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甲即马依然拖累市场的信心。Nachdem sie circa 1,5 Jahre ihre Finanzen in Eigenverwaltung sortieren konnten, wurde jetzt per Gericht die Auflösung bestimmt. Und das setzt natürlich die weltweiten Kapitalmärkte in die Alarmstimmung. Die Auswirkungen könnten theoretisch sehr, sehr groß sein, da das Unternehmen einen sehr, sehr hohen Schuldenstand hat und weltweit vernetzt ist. 这一摆清算裁定可能进一步冲击本来就脆弱的中国资本甲房地产市场。目前中国当局在努力应对经济困境，包含9年来上低迷房市，甲5年来上涨的股市。若市场受新的打击，投资人信心恐惊受冲击，进一步抵消当局重振经济成长的努力。公视新闻陈伟仁报道。美军驻约旦的这个基地呢，常常受到无人机的攻击。初步判断，可能是防卫系统甲敌人的无人机当作是要转来基地，美军家己的无人机，这拢无发出警报。美国总统拜登是已经放调要报复，不过白宫表示，因要主动来甲背后的主事者，也就是伊朗来开战。在美国驻约旦大河高塔自治基地防护系统，为什么无发现敌方无人机的挖紧，无启动各种的拍落来？根据《华尔街日报》引用2名美国官员一份初步报告指出，真可能是系统将低空飞行的敌机误认是家己人，因为到伫差不多时间，美军无人机咧当个这个山坡小型设施，咧困的美军无受到任何警报，一台拖车受到攻击，其他车是被爆炸架飞出来碎片拍到，造成部分损害。30外受伤的士兵大部分被刮伤、乌青、脑外伤。白宫对这报道拒绝评论，伊拢是否认牵涉这案件。就伫拜登政府认为这是伊朗幕后操控，佮讲要报复，用边转来国防部长奥斯汀已就抓被用军对美军的攻击。白宫了后，这段说明也表示拜登面临压力，因为对德黑兰采取行动，国民和加沙冲突进一步恶化。We are not looking for a war with Iran. We are not seeking a conflict with the regime in a military way. 科比也明确指出，伫伊拉克、叙利亚加约旦的攻击，也有青年运动伫红海上船的塑胶攻击，美国耐心已经耗尽。约旦事件是正严重的攻击，美方会做出适当的回应。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来看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公布伊个人伫咧过去2冬来所得，嘛公开家己的财产，展示未受到官员贪污正钱的决心，希望当达到加入和平的标准。而且乌克兰的政府嘛宣布，因有抓到一桩超过代票12亿的军火采购备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礼拜头一摆公开财产收支的记录，经由总统府的官方网站公布，伊甲厝内底人伫2021年收入是1080万的乌币，大约合代票是885万，其中半数是为政府公职所得。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后，所得救税到乌币370万，主要原因是房地产租金的收入减少。
乌克兰才拍拼要来争取加入欧盟，为着达到严格入盟的标准，泽伦斯基除了家己公布家己的财产，也一直呼吁公职人员申报收入，加速提升透明度，加速他们一部分。也若这也是争取西方盟国、甲国际核备基金这组织继续援助武器加资金必要的做法。乌克兰安全局 SBU 27也宣布，杀入一场重大军火采买贪腐的案件，指出现任甲前任的国防部高层的官员，甲武器供应商李维夫并工厂的管理解散交结。在2022年8月，也就是战争爆发6个月时，签下一份采买10万粒迫击炮炮弹合约，并且有先付钱。也过资金陆续被转移到海外，侵吞的金额达到美金4000万块，合代票超过12亿。也过尾连一粒炮弹也无交付。国防部甲军火商有5个人被发出嫌疑的通知书，其中一个嫌疑人伫想要跨境时互拘留。乌克兰军方的贪腐记录是真多，前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去年9月因此被撤换。虽然伊个人并无被控牵涉贪污，也过军中连续表示部队的黑实，也过军火采买重大备案，管理不当也是伊的责任。军中备案的调查也伫继续进行。国视新闻是会中编译。英国王室的成员真昨仔传出身体各样，目前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做立破山的手术了后已经出院，另外凯特王妃嘛是东北岛的手术已经完成，转去处理。How are you feeling? 亚洲向伫外口等的媒体甲民众致意，75岁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甲王后卡米拉到底离开伦敦病院，伊进行动土治疗，入破山飞弹引起外界关心。北京汉宫声明表示，查尔斯3世正欣慰，在家己的病房诊断为公会意识带来正面的影响。So that tissue is benign tissue, so non-cancerous tissue. And it's most common for men as they get older. So men over the age of around 50, it's very common that middle part of the prostate starts to grow larger. 专科护理师强调，裂破山飞弹未造成严重的健康威胁，甲裂破山癌无直接的关系。进前卡米拉王后接受访问，心情也真轻松。He's fine, thank you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getting back to work. 另外一个受瞩目的焦点，就是英国凯特王妃进前也计调伫伦敦病院做8度手术，高端院休养差不多2礼拜时间。甲国王查尔斯3世伫同一天出院。官方声明无透露任何有关凯特王妃的病情甲手术，只表示凯特已经登去温莎的客家。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有啥物要紧代，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伫咧非洲国家苏丹和南苏丹的边界阿贝地区，最近受到攻击，至少54个人死亡，64个人受伤，其中嘛包含妇女、囡仔，阁有联合国的维和人员。阿贝地区今仔日指出，这是来自南苏丹的少年武装人士发动的攻击。罗西亚的中选会今仔日正式将现任的总统普廷登记做今年3月总统大选的候选人。虽然各界拢认为普廷稳当是会当阁继续掌权6党，根本就唔免甲人竞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自由派挑战者纳德兹丁嘛已经通过登记参选的人数标准。伊朗支持的也门反恐军青年运动，伫咧2个月外前，有伫咧红海抢走一只甲以色列有关系的货船。即马这只船已经变做一个收钱的观光景点，伫咧也门吸引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去参观。镜头转来看，咱真侪国家拢当咧发展月球的任务。咱台湾由中央大学的团队家己研发的深太空辐射探测仪，嘛已经送去日本的太空中心。上紧伫咧今年第4季就会当安装起嚟，伫咧日本民间的月艇顶悬送去美国发射上太空。全球太空比赛竞争真激烈，像美国、前苏联、中国、印度甲日本已经成功登陆月球。就伫各国人拍拼展开重回月球任务的同时，台湾有新的进展。中央大学团队自主研发深太空辐射探测仪，有机会成做台湾参与的头一项国际登月计划项目。深太空其实是个高游离辐射的那个环境，我们电子元件
寿命会那个衰退，辐射剂量累积的速度，在各个不同阶段、各不同太空天气的那个条件底下，更进一步去了解我们的太空环境，或者对于就是未来那个卫星任务，或甚至要派太空人或其他生物体上去的话，是个很重要的参考资料。想要让探测仪伫太空环境的运行无简单，计器团队大部分是以加轨道的维持计划为主。一摆头一摆打造深太空的科学成才，就面临严峻的太空游离辐射环境，也佫有热空的挑战。要小于10公分乘10公分乘3公分，然后呢，重量不可以超过400公克，就是1包茶叶的那个重量。再从地球飞到月球的那个加热跟冷却的环境，还有月球表面上的那个热控环境，去判断说有哪一些那个元件可能会过温，我们可以怎样在有限的空间、有限的重量底下去加入我们所需要的热控元件。软体突然就是可能电流、电压突然不正常，也就是一步步的出错，然后再去改正版本。里面其实就是一块电路板。控制系统的电脑之外，就是一个量测辐射剂量的 IC 这样子。小小科学的成才，当中只有400克，却是台湾探测深太空辐射环境的先行者，就已经到日本，加入民间定位公司 iSpace 北投R第2摆任务。有计上紧，今年第4季就到美国，坐老鹰9号火箭升空来展开任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英航空的劳资争议结束，目前看起来是要发动罢工。另外，代替产业工会原底嘛要伫咧过年要依法休困、唔加班的行动，但嘛宣布要暂停。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得到代替企业工会支持，过年的交通是无问题。代替产业工会表示，过年依法休困、唔加班的人数拢无超过2017年的数量，而且最近机师要罢工的争议，嘛互民众对国内交通真烦恼，唔才会决定要暂停行动。不过工会嘛强调，若是代替唔改善因的待遇，因就会继续来发动依法休困、唔加班的行动。有一位邮差去告中华邮政，讲伊2020年进前的奖金拢无算入去薪水内底，影响到裸体提拔的经验。即马二审判定这个邮差告赢，中华邮政应该补提拔93000块予伊，而且袂当去上诉。邮政产业工会嘛表示，未来会阁协助其他会员去讨裸体提拔。不过目前法院的判决甲行政院解说令无共款，交通部表示会阁甲行政院来讨论。中华邮政过去绩效奖金甲科学奖金无列入投保薪资，虽然自2020年了后，但是也毋过无追究以往互员工提过。邮务署王耀庆主张，应该按喺2005年到2019年之间，应该纳入薪资的奖金来计算提拔裸体。官司结果伊伫新东胜诉定治，二审法院由原判决。中华邮政应该提拔9.3万，阁袂当上诉。王耀庆表示，过去捌一直伫内部反映沟通，资方拢讲规定是安尼，只好拍官司。胜诉了后，也协助当事争取权益。你109年愿意提拨，那108年往前一直到新制劳工开始实施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补提拨给我们，所以我就去主张说，那为什么没有？会员那个就是蛮踊跃的，蛮踊跃，就是要对自己的权益也是要来做主张。邮政产业工会也收到部分会员提出有意追讨的当地处理，对此中华邮政表示，国按上尊重法院判决，会将相关费用还当当事人的裸体扣除。也毋过案件审理中，中华邮政捌请示行政院，行政院迄当时函复法院，原则上绩效甲科学奖金无属于工资。人事总处事实上有一些解释令，是当时对于国营的这些公司有谈到说，这部分是不纳入的。所以我想，基本上现在交通部的相关单位都是按照这样哈，不把绩效奖金或可考核奖金放进去。法院有行文给行政院，行政院函复法院说这个部分原则上不属于公职的范围啦，哈。那但是法院还是做这样的判决，那我们只有尊重。那判决开审来，今次引起各样事业对讨调。交通部表示，其他事业单位过去拢是按照正义规范，对正义解释令甲司法判决无共，行政院会伫2月7日正式会议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新北的淡水站发生一桩后生杀害老爸案件，一个31岁查甫人利用门帘仔甲61岁老爸吹死。警方赶到现场，发现这个老爸已经倒伫咧涂骹，无喘气、无心跳，而且厝内面阁有烧拍痕迹。警方接到报案，遂出动去抓人，落尾是伫咧淡水的公平街约到这个31岁嫌犯。
嫌犯表示，伊不满因老爸一天到暗拢咧啉烧酒，两个人个起冤家，才会甲对方吹死。即马警方嘛已经移交杀人罪，甲即个31岁嫌犯上班。因也伫咧高雄是有一个爸爸甲因太太长期咧照顾有精神疾病后生，2当前伫咧厝内面发生冲突，就用电线甲即个囡仔吹死。老爸主张长期照顾囡仔压力真大，情绪失控才会发生意外。1审、2审拢依照杀人罪甲判刑4档，最高法院即马嘛驳回上诉，专案确定。警消人员赶紧出动，一个自闭症的囡仔甲老母冤家，老爸甲伊按打，带去楼顶。不过伫过程中，又搁甲即个囡仔起冲突，老爸用充电线甲后生地死。即个家庭的悲剧发生伫2年外前，死的老爸1、2审拢互依照杀人罪判刑4年。最高法院伫2日驳回上诉，专案就处定案。当事人是主张他在行为当下他对于那个行为的一个辨识能力。会因为长期累积下来的压力造成影响。除了小时候从小开始，除了医疗上的照护安排就学期间又因为常常在学校惹祸这个姓的老爸讲，照顾后生10多年，处理囡仔甲医疗照护、读册这问题，互伊感觉压力真大，伊阁继续得到忧郁症。一时情绪失去控制，失手甲后生地死，就算合议庭无采信认定有无杀人，不过伫案发了后，家己报案，构成自首的要件，也因为长期过度负担的情绪压力，强要爆发，才有杀人犯意。符合情节互人同情的规定，2摆得到减刑。我们要看还有没有再审的可能，我们要看还有没有这个可能要看等最高法院判决书到了可能我会找当事人。亲人的长期照顾引发的杀人的案件，国内不时发生。有部分的案件伫照顾侪年了后，常常犯下违反社会伦理的杀害，造成这个悲剧。说穿了，他是长期照顾累积，他并没有受过专业的教育训练，或者是说他可能没有寻求社会支持的管道，都靠他自己过去的经验，不断的这样累积下来的话，有可能就会造成像这个事件上面所发生的。照顾失灵的厝内底人，压力是一直来，要安怎来排解？伊甸基金会指出，找长期照顾这机构来协助，互家己小可休困一下，也建议考取照护员的资格，应对疾病更加清楚，更加有同理心。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交通量大，有的红灯就要等真久，有的青灯是上短。上久的红灯是伫咧高强路47巷甲34巷，这个红灯有204秒这么长。因若上短青灯是伫咧潭美街成功桥骹，干那8秒钟尔。交通部交通局是回应讲，会随时全面来检讨，兼顾到人甲车的需求。伫台北市平常时尖峰的时段，侪人甲车伫咧市区内底咧行驶，不过路口的交通号志，但红灯的时间嘛，去互民众批评，毋是伤长，就是伤短。亲像潭美街成功桥下骹，8米宽的车路，青灯敢若有8秒。在地居民讲，要过车路，确实是真赶。是有短一点的，因为这边车子绿灯要过斑马线，对不对？这边车子也是绿灯啊，很危险的，所以要停一下。长辈是比较慢，是短了一点。我自己是还好啦。那交通号志爱等上久的，是伫国强路47巷甲34巷，尖峰的时段6米宽的车路，红灯爱等204秒，超过3分钟。就是不方便啦，太久了，因为像老人啦，我觉得20秒有时候甚至于18秒，根本都走不过来。等的时间长，青灯阁无几秒，民众是感觉真无利便。交通局表示，市府从2019年开始，针对重点路口设置智慧号志，去年锁定29条较会塞车的路段，设置221个智慧动态号志，会当即时监测车流。车流若减少，就会缩短等红灯的时间。对，在行人描述的部分，我们都会满足我们刚刚提到的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的一个规定哦。那我们行人绿灯呢，都会至少满足行人穿越道长度1公尺1秒的这个规定。交通局表示，交通号志的秒数原则上会分作是早起、下晡、尖峰、离峰、甲休困日等等的设计，会随时做检讨。而且增加设置智慧号志，兼顾车流顺，也佫有行人通行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有6大路口一冬内交通事件已经超过200件。为着要确保交通安全，对2月初1开始，这6个路口会实施科技执法。
其中一项就是要抓无让过路人先行的车辆，提醒民众就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号志变红灯，所有的汽机车拢爱停落来，互用路人先过。若无后个月开始上悬的罚6000块。这是高雄市大昌路甲建工路路口附近有高雄高工甲高雄科技大学2间学校，学生真多。交通大队最近特别伫遮设置科技执法，汽机车若无让用路人就会罚款。佮嘛会用着行路的，有当时迄车嘛是足危险的，对啊，尤其高雄的交通。素质有较歹淡薄啊，所以我是高雄人，我嘛是爱讲出来对。保障行人的用路安全，因为有些车子如果看红灯秒数可能快要没有之后，就会硬不让行人，然后穿过去这样子。另外，大中一路这个路口翕到这台车冲红灯，好佳在迄当时路口无人，毋过包括这个路口在内，拢做内路口，一年来发生过201件事件，来造成111个人受伤。为着交通的安全，高雄市政府先增加这类路口的科技执法。这个设备是采用 AI 人工智慧分析，伊会自动分辨违规的行为。处理的项目包括冲红灯、无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行驶，甲无停落的先让行路人先过。目前高雄市拢总有55处科技执法点，交通大队表示，科技执法是用 AI 人工智慧自动判断讲违规，会连面回传相片，经过警察再度检查违法的状况，才决定开罚单。未来这类新路口伫后个月初一启用，提醒民众爱遵守交通的规则。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嘉义当咧规划未来科学园区成立了后，要加强公安，也有化学工厂的救灾技术。为着要提升消防人员对化学灾害应变能力，嘉义县消防局头一届甲工研院合作举办救灾演练，嘛引进新的设备来减少消防人员救灾风险。穿好好装备的消防人员演练化学工程救灾，边仔阁有机器人协助拍火。嘉义县消防局29载时，甲工业技术研究院做伙举办救灾演练，希望透过工研院的设备甲经验，提升嘉义县处理化学事故的能力。咱的化灾训练甲化灾抢救会使交咱工研院来做伙合作，互咱的消防人员更加安全、更加平安。除了救灾演练，嘉义县消防局嘛甲工研院签署合作协议。工研院会提供灾害救助的装备，佮运用科技设备，互消防人员对化学救灾的演练，毋是干那看影片，佮会当实际操作。咱会当实际用 VR 系统入去这个厂区内底，互咱了解这个厂区内底迄这设备伊肯定都会抓。咱要安怎去关起来？包括伊这拄到危险，咱要安怎处理？伊这一定拢有伊的帮助的。因为平常有多种不同的坏灾的演练，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就能够有效的在第一线，除了是把这个灾害控制或消除之外呢，更重要的是保护了消防人员的安全。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价值。嘉义县消防局指出，过去嘉义县处理化学救灾经验无啥济，而且化学救灾的时阵，现场的消防人员拢会有正大的危险。为着配合科学园区的成立，才会伫国内大新甲工研院合作，毋但加强防灾应变能力，嘛保护消防人员的安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8月当前，台南安南区的光厝走溪流的情景，即马又搁重现了。竹南仔厝嘛是台湾特有的建筑甲文化。台南市政府甲博物馆合作举办体验活动，有上百个人做伙来光竹南仔厝，互大家知影先民对抗造水灾艰苦，嘛体验较早互相帮助迁船的过程。8外人出来，甲2栋外竹南仔厝光起来行转去旧厝地，因要重现1928年溪南寮这带特殊的景象。这嘛是台港先民8年前对抗水灾迁船的过程。迄当时每若闸门溪做大水，溪岸会放弃，先民就爱同齐光竹南仔厝搬山过岭到地势较悬的所在。即马台南市文化局参台湾历史博物馆甲兴安宫办文化活动，请侪侪人来体验。跟厝的活动很好玩。遮做重，要降2公里嘛是一个做大的挑战。大家团结啦，无即间厝遮大，免那降下起来。因为早期的时代的人的生活无介好，
迄个大江内海，因大个厝拢大概拢是这种。因为对抗水灾，才发展出地龙仔厝的建筑工法，嘛展现人参大自然的和平共处的模式。地龙仔厝嘛正做无形文化资产。地龙仔厝保存者利用讲，这是顺手工落去做，其中厝的宽度、跨度、深径，拢是用天赋地宝卦扭出来寸笑。那家己一个人做，爱个月才通完成。做一间，就爱先天赋地宝卦就好势，寸笑就好势。啊，开始就剪料，要做安怎就去青的，较快来教只龙啊，一步一分足深啦。这个就用，足用。你若无好就位人吼，你水泥袂挡袂掉。这个行动，互大家了解，咱溪南寮过去的历史。咱希望这个历史是活的，咱透过这个当参悟的方式，了解到这个在地文化、在地历史。民众对着祖先的脚迹，登去到历史的现场，虽然辛苦，不过是一个珍贵的体验。主办单位嘛，带大家伫报华顶导览，互大家知影生命开垦的艰苦。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胡仔有800款，有一款是大张的，顶悬有印生命的画像，佮邓大印。有人就讲，看到这款大壶，就等于是看到生命本尊同款。伫咧中华远远的宝藏寺，最近伫咧库房内底有发现到一个8外当前有妈祖甲千里眼顺风耳的大壶版画，是真珍贵的文物。先甲目水平均稳伫咧雕刻板，然后纸放伫板顶练的一张妈祖大壶就印好势咯。中华远远的宝藏寺最近伫库房发现一个8外年前的妈祖大壶版画，庙方表示，过去的人生活无遐好过，较无法度请神明转去服侍，所以用有印神像的大壶来代替。迄阵就是用这个方式，用一种这个雕刻板，用起了大家会使去印一张这个妈祖的图像这个妈祖的图像印起来，就像咧服侍妈祖同款，摕倒去厝的逐人咧听头，等于讲咱是妈祖的分身分灵。庙方讲，妈祖大壶正中央有宝藏寺3字，佮有千里眼加顺风耳，呈现古典淳朴的雕刻风格。除了有100年历史的大壶版画，中华大川的梧桐宫嘛，甲大壶加入当地特产葡萄的元素，重新设计有在地特色的大壶。除了咱的五大地甲咱的风味日常，那以外咱内底佫有标明着咱这大村乡的一寡名产，就是讲咱的葡萄。那用这个葡萄甲葡萄藤来做一个伊的边框，就代表着咱地方。民间讲法认为，大壶的定义是神像，有顶替保平安的意思。也若宫庙制作大壶，会加入神像、庙宇元素。大间庙大壶的寸尺模样拢无相同。即阵有宫庙加入新的设计想法，除了保留过去雕刻印刷的技术，嘛会当看到大壶版画的新创意。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为着要迎接龙年，国家影视厅中心要伫咧过年时推出4部甲龙有关系老电影，其中有一部台语片，就是《龙山寺之恋》，是一出活泼的爱情片，利用男女主角之间三角恋爱，来描写台湾早前的族群冲突，也佫有导演对族群和谐斗阵的愿望。这部电影伫咧网络 YouTube 嘛拢会当看到。谈恋爱就看谁的手段高明。1962年的台湾老电影《龙山寺之恋》，这是一出活泼的恋爱喜剧，用男女主角之间的三角恋来描写台湾早前的族群冲突。但是导演白桥以用族群包容和和谐的结局来传达伊的愿望。研究员指出，这些台语片上接用爱情的手路来讲严肃的议题。台语片较实行的时阵，其实观众通常爱看拢是爱情甲家庭有关系这种的题材，所以不管你要讲什么议题，通常你拢会用爱情甲家庭来甲包起来，安尼至少观众会较会当入口，较会当接受。研究员指出，《龙山寺之恋》伫60年前是大胆佮罕见的作品，而且这出电影伫2023年就入选鹿特丹影展、意大利的杜林电影节，也有韩国的提川电影节，嘛，互国际看到台湾历史的脚迹。
去年度也同时选赢了流麻沟15号，所以在这样的映照之下，他们的选片角度其实是相当着重在讲述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历史，还有对应的电影文化。特别还指出了白客导演是在白色恐怖的时代下，他非常大胆的透过电影传达对历史的原谅跟包容，然后还有对族群和谐的一个盼望。搁说来后礼拜就要过年了，为着要迎接明年，国家影视厅中心要伫过年时推出4部含量有关系的老电影，其中嘛有这出《龙山寺之恋》，并将伫 YouTube 就当免费收看。记者卢尚如、谢桂林新北报道。伫咧南韩，即马甲台湾共款，是有愈来愈侪查某人无爱结婚。历史真侪查甫人伫咧走去到外国，伫咧越南、中国，也是泰国一寡国家找找对象。位伫越南北部红合关20几岁，年纪大约20至30岁的越南查某囡仔来到一间饭店，因紧张搁期待，因为今仔日是要来甲来自韩国，可能是未来翁婿相亲。来自韩国分享社的负责人，逐个月来往韩国甲越南，即摆伊要替40岁伫农村做农的陈先生找到欢家的太太。It's difficult to find a wife in South Korea. I'm getting old and it doesn't get easier with time. Marriage is seen as important. Everyone around me keeps telling me it's time to settle down. 面对国内婚配市场越来愈艰难，当年有大约16000位的韩国男性选择跨国找太太。根据2023年的统计数据，有2/3的外籍配偶来自越南，陈先生一落飞行机就直接去饭店相亲。伫负责人也有考察人员的陪伴，陈先生甲每一位相亲对象只有10分钟的对谈时间，所以就要做出选择。착한 것 같아. 착한 것 같아. Em có thích anh không? Dạ vâng. 홍서 씨는 어떻고? 配对成功了后，婚友社就随安排后续，两个人伫见面暗暝24点钟就行入礼堂。为到越南到举行婚礼，陈先生隆重开7600欧元，大约25万台票，将机会找到太太。也毋过两个人除了爱用7个月等待签证文件批准，也有语言参文化无共需要克服。I'm very happy I found my other half. But I'm also very worried about going to a country where I don't have any friends. I don't know the culture. I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I've been told that life is better there. That's why I choose to leave. 韩国平均薪水是越南5倍，未少越南女性讲是结合爱情，更较像将家己结合更较好的生活。也毋过语言无共甲文化歧视，煞阁是一条挑战。根据韩国统计，有42%异国婚姻中发生家暴问题，跨国婚姻的离婚率阁是达到60%。随着韩国婚姻愈实行，韩国民间甲国际间开始注重外国居民的人权议题。针对外国配偶遭受家暴威胁，韩国政府伫全国成立28个庇护所，同时也举办更加侪交流活动，互新住民更加融入适应韩国社会。公司新闻江文编译。现代有真侪人介意扮做漫画，也是电影的角色，也就是人讲的 cosplay。虽然因为疫情、通货膨胀等等的因素，地区真侪装扮的材料拢变甲真贵，不过大家也是真爱耍 cosplay。伫咧英国伦敦的 cosplay 活动，就吸引真侪 coser 去参加。伦敦的 cosplay 店内真侪人，其中萨尔达团队真受欢迎。啊，不过安尼装扮无俗，伊牵涉买布料、打扮、车布料等等，甚至是利用3D 列印机来做衫。It's only expensive if you make it expensive. You can keep things very low budget. You can keep things very, very cheap. You don't have to make things expensive. I sometimes do, but that's because I'm OCD and I like the highest of details. 装扮愈有路，所开钱就愈悬。伫现场的人拢表示，因为新冠肺炎、防控佮加上战争，我不了起价，互 cosplay 加做一种真贵的消遣。It is an expensive hobby, but then I compare it to having a Premiership football ticket, season ticket, or a nice set of golf clubs, or a good fishing kit, or whatever. So along those lines, it can be expensive, but not that bad. cosplay 店店员另外一个真受欢迎的角色是原神的古龙。扮演这角色的詹姆斯讲，伊伫服装店员开奖金500美金，超过15000台票。上贵的部分是鱼仔甲尾，
因用透过手机啊顶悬的 App 来控制。For Genshin, because I was a buyer, Genshin tends to be quite complicated, so they tend to be quite expensive. Of course, I've got the animatronics as well, which didn't come cheap. But you can really start with any sort of budget. If you've got a sewing machine, if you've got sort of like the basic steps, you can go, or you can even closet cosplay, and that's a great place to start for a lot of cosplayers. 真介意 cosplay 的人完全无因为制作成本欠悬就受影响。格罗佛是这摆展览上经验的 cosplay 设计师之一。伫附选的部分，伊建议第一摆接触的人，无的确会伫家己的后车厢二手商店发现英雄的配件，啊，毋过买好的优质的布料，用服衫看起来更较有路。公司新闻新竹报编译。天气报道在，咱做快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15度至22度，中部地区15度至25度，南部地区15度至28度，东部地区16度至24度。一个外岛地区11度至21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俊，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海沃先生，其实我并无甲我即马在保安局做工课的代志，甲阮阿七讲。上重要